着急，别着急，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。你先来吧。行了，留下挂金就离去吧。哇，我终于变成有钱人了。小柔，师傅，你是天生缺金命格，富不了的。快给为师，为师来给你把握。啊，这可是我自己凭本事赚到的。啊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看，师傅都说了，这里水深，你把握不住。师傅，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改变我的缺金命格呀？可怜的我的这些宝贝都变成了一堆破烂了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有坐享其成、坐吃享福、足说余力的生活？为师帮你算了一命，你要破除缺金命格的机会已经来了。真的吗？怎么破？为师在你小的时候替你定了一门特殊命格的亲事，今日且下山回家完成婚事，同时再赚个10亿，这样可以压制你的贫穷，以便更好的破掉你的缺金命格。好。不过那个小子呀，终于能有钱了！哎呀，下山！小魔王，你跑那么快干啥呀你？那个小子，他可是天生孤杀命格，不是好相与之辈呀！说说吧，他们给了什么条件，让你如此轻易的做一条被劫的狗？飞燕，我也是被威胁的，你把我留下，我手上有他们的把柄，我可以帮你。没骨气的东西！是，我没骨气，我没骨气。飞燕，你饶我一命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背叛我那天，就该知道有这样的下场。下辈子3思后行。傅庭燕，你活该天杀孤星，客死留情，你会遭报应的！副总，你身体不好，下次这种活我来干就行了，不影响。对了，江家人已经在你家里了，来和你商量婚礼的事，你看咱们要不要回去？江家的婚约，回去给他们点钱，把他们打发了。要是不同意，就按章处理掉，省得麻烦。您的意思是？副总，快跑！新娘子出阁，上花轿了！媳妇，我的媳妇！来，唱起来，唱起来！大力唱！叶建国，你敢糊弄我？村长，你听我解释，村长，没什么解释的，解释什么呀？还钱，现在就还钱！到底怎么回事？是叶知秋那死丫头，你们快抓她！她坏了我的衣服。对，我现在就去把她抓回来，她肯定还没有走远。孙子，开门！我把老子扒了你！开门！大伯母嫁人了，
你等赌债还清了再娶一宝吧。叶建国，拜拜了您嘞！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了我。普希，我来啦！哎呀，还是普希繁华，我得想办法留在这儿，才能发展事业，将我爹娘的旗袍手艺发扬出去。哎，你也看到了吧？我长得漂亮又有才华，你能娶到我是祖上修来的福气。这样吧，只要你给我18888元的彩礼，再把你家的小洋楼过户给我，我就答应嫁给你喽。新人都这么有钱吗？人均工资100的年代，彩礼18888，还要小洋楼。不过我不喜欢老人跟小孩，等我们结婚之后啊，你得把你的疯子妈还有那2个问题弟妹啊，都得给我赶出去。婚姻不是科研资源掠夺，更不是对弱势群体的鄙视。你这般斤斤计较，怕不是科学实验室的误差都不如你。你年纪大，你还有疯子妈，还有问题弟妹的拖累，你活该打一辈子光棍。这人品貌端正，可比村长家的傻儿子强100倍，而且是普希的，也许我可以。哎，同志，你要老婆不要啊？哎，同志，你要老婆不要啊？啊，你看我咋样？是他。艳丽，你爸在浦东出事了，人快不行了，你快过来呀！哎呦，没长眼呢你，撞到我了！同志，不好意思，你没事吧？伤到哪儿了？我头也疼，腿也疼，起不来了。哎，你得赔钱！这是我所有的钱，你看够不够？怎么又是你？报警！哎，你报警怎么了？他撞的我就得赔钱。你又想进去是不是？同志，他就是个碰瓷惯犯，你不用理他，赶紧走。同志，真谢谢你。没关系，快走吧。当年就是因为他，我才见爸最后一面，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他。你好，我干什么？你个乡下次郎，当着我的面就想发骚，他是我的相亲对象。谁家的狗没拴住，跑出来乱咬啊？小次郎，你要死吧！我看你真是铜店眼里翻跟头，张嘴就要18888的彩礼。你这是嫁人还是当皇太后啊？他呀！那个，我……你好，我叫宋艳丽，今年26岁，在中科院从事航空研究工作，月工资280。我上有老母要照顾，下有弟妹要帮扶。同志，你愿意和我组建家庭吗？你好，我叫叶知秋，今年22岁，我刚来浦西。我从小就跟着家里做旗袍、盘扣，还有昆边，都是些祖传的绝活。如果我们以后结婚的话，我想做新中式改良旗袍的创业。现在浦西个体经济振兴，老百姓手里也富裕，传统手艺需要传承和创新。你做新中式改良旗袍很有意义，我支持。那明天上午9点，咱们民政局见。
你曾经对我说，你永远爱着我。梧桐大院里面邻里关系都挺好的，张嫂、姨嫂都是热心肠，就是你要注意王婆，她不太好相处。知道了。像做了一个梦，追着风，不真实场景。梦点燃一盏灯，灯能晃着两谁眼睛。奶奶，我又赢了！哎呀，真棒！这宋家小子呀，真争气！上个月荣获国家自然科学1等奖啊！哎呦，不像我们家的小次郎呀，游手好闲，气死我了！出息有啥用？老娘吃头呆脑。小阿弟是个瘸腿的，阿妹有问题，拖油瓶一串，老婆也讨不到。人家宋家小子呀，长得板正，现在呢还是研究院年轻有为的主任嘞。只要缘分一到呀，那媳妇排上门，不用你操心了。我可听说呀，宋家要断子绝孙喽，往后啊会冷冷清清。阿婆，吃喜糖，沾沾喜气。哎呦，谁家野丫头啊？啊！她是我媳妇儿。哎呦，阿婆，捡喜糖怎么还摔跤了呀？没有事吧？来，阿婆吃喜糖。哎呦，谢谢你啊，艳丽啊，来，媳妇长得真俊啊，真有福气，恭喜恭喜啊！艳丽啊，你媳妇哪里的啊？她我是普通打渔村的。老宋家的，恭喜你啊，又有儿媳妇了。你们家书香门第，可惜喽，娶了个媳妇儿，却是乡下来的。乡下怎么了？领导说劳动人民万岁，怎么你看不起劳动人民？你，走，我们回家。哎呦，行了啦！你不就是因为人家艳丽没看上你们家王爷，不愿意做你们家上门女婿吗？这件事都过去好长时间了，还在说。就是，俺们上海人呐，就是要大度点，远亲不如近邻呐，可不是吧？切！这老宋娶的乡下女啊，是个厉害的。咱这梧桐里以后啊，可得热闹了。哎呦！妈，我们回来了。不是说家有病弱老母，问题弟弟妹妹，一家子累赘吗？这屋子怎么收拾的这么干净整洁啊？你们家布置的很温馨。以后啊，就是我们家。他是咱妈，她胆子小，怕见生人。给你。谢谢妈。不用谢。我去烧饭啊。哦。你快进去看看妈吧，我自己熟悉一下家里。妈，我来帮你。妈没搞砸吧？你媳妇会不会嫌我呀？您最好了，知秋一定会喜欢你的。真的？妈，您看，你把这个家收拾得这么好，知秋怎么可能会不喜欢你？放心吧。那就好。艳丽好不容易讨个媳妇，我不能拖累她。
这是我给你包的橘子，你吃一个。真甜。我觉得妈虽然胆子小一些，但是真诚又善良，外界留言可畏。我爸的去世对他打击很大，我现在工作又很忙，陪他时间少，所以他现在……你放心吧，妈这种情况明显是自己待太久了，害怕跟人打交道。以后有我在，我一定会多陪他说说话，陪他出去走一走，咱们在一起，日子会越过越好。哦，对了，你不是说今天弟弟高中开家长会吗？快去吧。你刚来我就……哎呀，没事儿的，正好我熟悉一下家里。好吧，那我去了。妈，我去给明轩开家长会了。哎，这个家目前看起来还不错嘛。不行，我一定得尽快创业，这样才能把我爸妈的手艺发扬出去，发家致富，以后的日子才能越过越好。妈，都怪你，就是你非要宋艳丽做上门女婿的，不然的话，那个乡下女怎么可能有机会嫁进来啊？现在好了吧，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这能怪我呀？还不是你一天到晚的总拿巧，一会儿说人宋家小的是拖油瓶，老的是累赘，一天那高高在上的样子，把宋艳丽气的给你退亲了吧？我不管，我这辈子非宋艳丽不嫁了，不然的话，我就不活了。哟，你们老王家的女儿是嫁不出去了吗？怎么上赶着给别人做小三呀？勾引有妇之夫？叶知秋，你就是个乡下女，宋艳丽迟早要甩了你。是哪儿来的野丫头，高攀占我们城市户口，迟早把你撵出去！你们母女两个合起伙来破坏别人婚姻，没脸没皮，这就有教养了？你放心，妈已经让人去查叶知秋的背景了，他嚣张不了多久。哼，宋艳丽，她迟早还是我们王家人。回来了。回来了。他哥，你就这么想找一个媳妇儿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都是累赘，不想管我们了，是吗？你就是明轩吧？你怎么受伤了呀？我去给你拿药。我要你管，我不需要嫂子。我听别人说你是一个乡下人，你想攀高枝，但是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，请你滚出我家！我说滚啊！宋明轩，道歉，打死都不！你，好了，明轩还小，哪能一下子就接受新嫂子？妈，您先去盛饭，别饿着。知秋，实在是太对不住了，你刚进门就让你受这种委屈。没关系，我有法子。好了，快去洗手，尝尝我做的红烧肉。走。
妈，你先喝。作秀。宋明轩，你今天没完了是吗？明轩，我听你哥说你数学学得特别好，你回头帮嫂子看看，看我这旗袍开叉的高度够不够？不是说是个乡下土包子吗？旗袍开叉高度等于身高乘以54%到58%乘以0.5，他怎么还会算啊？知秋，创业需要钞票，这个是家底。我不用。以后你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不管工资还是家里面的钱，都给你。我攒了嫁妆，创业够用的。那要不你的钱我就拿来做家用。吃饭吧。多吃点。知秋，我来洗就行，你去歇着吧。那我去洗衣服。哎，衣服也我洗，以后只要我在家都我洗，你什么都不用干。那个，你打地铺，我睡床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睡地上，你打不，你睡床上就行。哎，我们是夫妻，哪有分床睡的道理？来，一起睡。那个明德学校附近的弄堂很适合摆摊，之前做好的旗袍我都带到浦西了，明天我想去试试。那我先睡了。你醒了，明轩去上学了，你快去吃饭。不好意思，我起晚了。艳丽啊，你妈，您是担心知秋去摆摊？放心吧，我会送她的。等一下，你把这个拿着，这是我给你做的冰糖炖雪梨，路上吃，记住了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瞧一瞧，看一看，买旗袍送手工兔玩偶，送闺蜜喜心意，送长辈选孝心啦！老板，这3件我都要了。
兔子全给我报员。好嘞，来，起来。大哥您的好。让开！哎呦，这旗袍腰线绝了呀！穿上最起码显瘦10斤。哎，老板，先给我结账，来。好嘞。嘿，哎呀妈！你快看啊，他不光勾引苏艳丽，居然还抢咱们家生意！哎呀，你急什么？我早查到他是什么下流胚子了。他那个赌鬼大伯，已经把他卖给村长那个傻儿子当媳妇儿了。这会儿我都安排妥当了，你就等着他被带走吧。没钱，没钱少给我多了。我侄女在城里面挣大钱，他明天肯定会把钱送过来的。等等。叶建国，你翻本的机会来了。你的侄女儿在我们梧桐里，明晚你去梧桐里闹，事成之后还有成交。真的？等着瞧吧。没想到我的旗袍竟然卖得这么好。站住！叶志霄，老子终于抓到你了！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都跟村长儿子结婚了，还出来勾引男人！赶快跟我回去，跟村长儿子洞房！大家快来看呐！宋家媳妇儿，一女家二夫，不要脸！媳妇儿，宋家媳妇儿竟然结过婚，都结过婚了还勾引宋家小子，真不要脸！就是啊。大家都出来评评理呀！叶知秋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她是村长的儿媳妇，拿了村长3000块钱的礼钱，还跑到城里来勾引男人，她这是重婚罪，不要脸！我怎……叶知秋，你这个丧尽天良的东西！村长儿子为了你寻死觅活的，赶紧给我回去，跟村长儿子圆房！你这不要脸的小娼妇，骗婚都骗到我们梧桐大院来了，赶紧给我把他赶出去！你信我吗？你是我妻子，我肯定无条件信你。清者自清，我自会证。志秋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在。呸！叶知秋，你就是个骗婚专业户，骚狐狸精！叶知秋，你个狐狸精！你骗钱骗婚，你还敢打人？明轩，叶知秋，他就是个骗婚的专业户啊！他跟你大哥在一起，就是为了你家的钞票。这样心思歹毒女人，迟早要把你们赶出家门的。原来你一直都没安好心是吗？你来我们家就是为了骗我们家钱是不是？明轩，啊，燕里啊，这王婆虽然说话难听，可是都是为你好呀。知秋啊，你明明都已经嫁给村长的儿子了，你还这样做事儿，你对得起宋家小子吗？就是的啦。诸位，谁要是再敢造谣，我就报警。我相信知秋，造谣诽谤者可判3年。叶知秋，他可是你的亲大伯，他说的话能有假吗？把他给我绑起来，带回去跟村长赔礼道歉。叶建国，你为了钱还真是丧心病狂！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啊！你废物！我警告你们啊，
寻衅滋事者，情节严重，最高会被判10年有期徒刑，并处以罚金。如果你们再这么闹下去，我就报警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宋艳丽都被这个狐狸精迷晕头了，把我们梧桐大院的脸都给丢光了。这宋家小子好歹也是研究院的主任，这都被迷得晕头转向的，真是造孽呀！没想到他竟然是这种人。这狐狸精害人不浅，赶紧赶出梧桐里，滚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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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叶知秋，请你从我家滚出去！我说让你滚呐！哥，你给我松手！你松手啊你！宋明轩，我们大人处理事情，你来凑什么热闹？一边站着去！听话！大家都来看呐！宋家小赤佬被这狐狸精迷得晕头转向，我们梧桐大院的脸都被他丢到黄浦江里去了。大家赶快把他赶出去！叶知秋，你已经嫁给去哪儿的享福了，怎么还来梧桐大院撒野啊？你比城墙还厚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，不要坏了梧桐大院的风气！把这不要脸的小丫头带回村里去！我看你们谁敢！明轩，赶快报警，去把李主任叫过来啊！快啊！叶建国，你侄女拿彩礼骗婚，还在梧桐里作天作地，趁着警察没来，赶紧让人把她捆回乡下去。等事情炸开了，你吃不了兜着走，到时候牢饭还得一起吃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啊！我告诉你们，警察马上就到，这样聚众闹事一定会被判刑的。啊！3月初7，叶建国以5000块钱的价格将我卖给了村长家的傻儿子，这件事可供大家传阅。这就是契约，可供大家传阅。快呀！快呀！活该！5000块钱就把侄女往火坑里推，简直就是丧天良！畜生！猪狗不如的玩意儿！就你这样，你还配当长辈？王婆，叶建国许你什么好处了？是许你进叶家祖坟了吗？像他这样兴风作浪的老货，才更应该赶出梧桐里。就是。警察都来。警察同志，这是叶建国拐卖我的证据。于建国聚众赌博还没长记性，又拐卖侄女，跟我们走。宋警官，误会呀，这都是误会呀！叶建国，你拿了村长5000块钱去赌，赌输了，就和王婆一起合谋害我。叶建国，你聚众闹事，以抢夺等手段将亲侄女卖掉，其行为已经符合拐卖妇女罪中的拐骗、绑架、贩卖等罪名。按法律要判5年以上10年以下，并处以罚金。叶建国涉嫌拐卖妇女罪，不关我的事儿啊！我打死你个老货！都是你去赌场收买我，让我闹事的。王家婆子心黑，就因为宋家小子没有娶她家王燕儿，就害人，简直没良心！勾结赌徒啊，陷害宋家媳妇，为了私欲坏事干尽，你活该被警察带走。王婆，你今天必须给宋家媳妇一个交代！哎呦，冤枉啊！这些都是叶建国呀，你别欺负我老婆子了呀！叶建国，你今天必须坐牢。至于你呢，你涉嫌损害我名誉，要赔我名誉损失费，否则我就报警让你坐牢。这些都是误会呀，都是叶建国，是他！老刺佬，我打死你个老刺佬！打死你个老刺佬！住口！叶建国涉嫌拐卖，聚众闹事，立刻押回去接受调查。老刺佬，你不得好死！王婆涉嫌诬陷、羞辱他人名誉，别走一趟吧。李主任，都是我一时昏了头，
我愿意给小叶同志赔罪。你看，大家都是邻居，你帮我说句好话呀！小叶同志啊，最近各个社区都在评选文明社区示范点，邻里之间和睦才是最主要的。王婆呢，她知道错了，也愿意道歉。你看，这道歉嘛，就得有道歉的态度。名誉损失费3000。3000块？你怎么不去抢银行啊？3000块拿不出来，那就坐牢啊！不，我不要坐牢，我赔。3000块都扣我的嫁妆了。你个小痴，是钱重要，还是你骂我的命重要？拿钱去，拿钱去！知秋，我不同意。知秋，我们家不缺钱，按流程走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欺负你就是不行的。这样，还是把王婆带回去吧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不过李主任的面子总不能不给吧？你说是吧，王婆？眼里啊，是我错了啊，我知道是我错了，你就给我个面子。你看，大家都是邻居嘛，这回你就饶了我吧啊！知秋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饶了我啊！我叶知秋可不是好惹的，以后谁要是再算计我和宋家，下场就跟他一样。我大伯今天来大闹梧桐院，给你添麻烦了。知秋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以后不要说这种见外的话了。建成主任，今天晚上真的是麻烦你们了。哎呀，大家都是邻居嘛，只要事情解决了就好了。应该的，我还有公务，先走了啊。大家都散了吧。散了，回去吧。知秋，方才啊误会你了，真是对不起了啊。哎呀，是啊，知秋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都过去了，咱们邻居之间本来就应该和睦相处。哎呀，对，知秋，你可真是菩萨心肠呀！哎，宋家嫂子，你可太有福气了，摊上了这么好的媳妇。哎，宋家嫂子，我婆婆就是胆子小了点，没什么大事情。知秋，哎呀，你别误会啊，我们没有恶意的。没事，都过去了。那我们先走了。走了啊。明轩，过来。明轩，你怎么又受伤了？走，我回去给你上药。要你管？没事，我有自信让他承认我这个嫂子。咱们先回家吃饭吧，妈孩子等我们呢。我们回去吧。走。像做了一个梦，追着风，不真实场景。明轩，这是药膏。我说了我不需要，请你出去，别影响我写作业。这个是2次函数，你点 P 的坐标标错了。或许她当我嫂子也不错。哎，知秋，你今天辛苦了，早点去休息。知秋，让艳丽陪你，妈收拾。好，都听妈的。
我好了。谢了。我好看吗？挺吗？你换件衣服，我去洗澡。哎，宋大哥，冷水冲澡，身体吃得消吗？哎呀，这年轻人啊，火力旺。小叶呀，肯定是受不了宋家小子的折腾，他呀是在这儿冷水拜火呢。志秋，你个狐狸精，我一定要搞垮你，把宋大哥抢过来。冲好澡啦？你身上怎么这么凉啊？你冲冷水澡了？你今晚很美。有多美？用不了多久，我就要抱大孙子了。我给你们洗了点水果。妈，坐。你要跟我们多说说话，别紧张，我们都喜欢听妈讲话，对吧？这个家有你在，才温暖，才热闹。知秋啊，你讲的对，是妈太拘束了。从今朝起，我学着多打打枪。来，知秋，吃水果啊。真甜，谢谢妈。那你们早点休息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啊，怎么了妈？你们不是一个被头里啊？这小夫妻不睡在一个被头里，什么时候才能抱大孙子啊？不行，我得帮帮他们。志秋，你这是把这个收起来，今天晚上一起睡。没想到
我的旗袍竟然卖得这么好，这样我很快就能攒够钱开店了。你手艺那么好，开店是迟早的事情。妈，你看，哎，我要那个，我要这个，妈，生意这么好，很快就能开店了。哎呦，乖乖，旗袍大赛呀！哎呀，这冠军还有奖金啊！哎呦，可惜啊，我没有宋家媳妇这手艺，不然呢，我也去凑凑热闹的。专业大赛，叶知秋那个泥腿子，也就摆摆地摊还行。叶知秋，你疯了呀！我看告示上也没写泥腿子不能参加，比赛凭的是硬实力，又不是比出身。哼，就你那个手艺，还想参加比赛呢？怎么，你有本事？那怎么你家的旗袍卖不过我一个摆地摊的？比赛凭的是真本事，你要是有闲工夫在这嘲讽，倒不如回去练练手艺，省得呀在赛场上丢人。人家知秋啊是真凭本事赚钱，人又爱都你什么了？凭什么贬低人家？就是啊，有本事你去参加大赛见见呀！那知秋做的旗袍那是实惠又好看，大家喜欢买呀，那是人家的本事。对呀，就是人家有本事，那记得那样瞧不起。这秋啊，燕丽来，你们上班辛苦了。趁热喝啊！妈，这是啥大补汤？我也要喝一口。这是特地给你哥嫂做的，小孩子喝什么汤啊？那我最近学习压力也大嘛，我也想喝。喝什么喝？不许喝！喝完这个汤，今晚就能睡一个被头里了。我马上就要有大孙子了。那个，我决定参加锦运旗袍大赛了。旗袍是国粹，我支持。哎哥，我记得这次大赛他好像是大咖齐聚啊，你就别打肿脸充胖子，给我们家丢人了。知秋啊，妈信你，你肯定可以的。我一定能拿冠军，将传统技艺发扬光大。来，妈，多喝点汤。你洗好了？啊。知秋，我受不了了，再憋就要憋出内伤了。你看这块头挺大的，怎么一动不动？是虚吗？轻的一个吻，已经打动我的心。知秋。
没经验，怕伤着你。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我们一起探索。望着是望着那目光似电，那刹那接觸已令我倒跌，分分鐘都盼望跟他見面，默默地此後亦從來沒怨，分分鐘都渴望與他相見，在路上碰着烈落上幾天，有一點怕疼的。輕快的感覺飄上臉，可愛的一個初我讓你信。我完完全全交給他。应该是成了，我的大孙子终于有盼头了。等一下，夜里，我好像来例假了。你先清理一下，我去给你泡红糖水。嗯，好。我已经试过温度了，不烫。对了，之前的旗袍都已经卖光了，明天我想去市场看一些新的布料，顺便为旗袍大赛选一些好的布品。好。大家快来看呐，就是这个女人，浦东打渔村的，她大伯呀骗了村长家儿子5000块钱彩礼被捕了。她为了高攀城市户口，居然勾引咱们大院的高知识分子，跟这样的人做生意，你们不嫌晦气啊？哪来的你？各位，这是我们家的账本和客户评价，是这个女人自家生意不行，还惦记我老公，还耍手段打压我，不要脸！原来是误会。叶同志，我们错怪你了。哎，你随便挑，随便选啊。叶同志，我给你优惠。没事。怎么，就这点小手段还想打压我？呸！咱们走着瞧。哎，走，来，叶同志，看看这个，来，看看这个新到的部位。布料已经采购好了，还有3天正式比赛。今晚把图纸设计出来，明后2天完成参赛作品，时间刚刚好。哼，叶知秋这个小贱蹄子，处处跟我作对，还想参加比赛，做梦！我已经打听过了，明后2天，布料批发市场休业整顿，我们只要烧了他的布料，他肯定不能参加比赛。哼！啊，这是妈给你的。是云锦，这还是妆花工艺，寸锦寸金，这太名贵了，我不能要。来，我已经打听过了，这次旗袍大赛大咖云锦，这块云锦会帮到你。可是云锦传载了1000年记忆，
名贵非凡，更应该被传承收藏。这次旗袍大赛是为了让国粹走进百姓生活，旗袍之美，更应该在于其文化内涵与气韵特质。说得对，可是比赛，你放心，我有信心，我一定能用普通的面料做出既承载国粹又亲民的旗袍。好，我相信你。这云锦是妈妈给你的，你是家里面的女主人，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我的布！知秋，快来人呐！我的布！快救人啊！叶知秋，就因为我妈之前针对你，你就做不成我们家仓库。宋家媳妇儿，我已经当众给你赔礼道歉，还赔了钱，你怎么还不放过我们呢？啊！小叶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啊，小叶，说清楚。怕是有人故意纵火，再嫁祸于人反咬一口。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叶知秋，你的意思是我们故意纵火烧自家仓库，只为了泄愤吗？你们当然不会烧自家仓库，所以你们就烧了我的3轮车，再假装救火，想要嫁祸给我，血口喷人！叶知秋，你不要反咬一口啊！怎么可能是知秋？我们刚下来，倒是你们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，最可疑的就是你们。这有道理啊！这些布料是我从布庄一寸一寸选出来的，3天后就是旗袍比赛。你们现在烧了我的布，是输不起，还是某些人连当我的对手都不敢？今天这个事情，我一定会报警，彻查到底。报警就报警，我们不怕。对，我们身正不怕影子斜。你们不就是想看我的笑话，阻止我比赛吗？可惜，就算你们烧了我的布，我也有办法参加比赛。知秋，最近布料店整顿不营业，3天以后就要比赛了，你放心吧，我跟面料厂的老板是旧相识，明天我就去找他，比赛的事情我一定不会耽误。哼，宋家媳妇儿，你就是浦东的乡下女，还装的煞有介事，认识面料厂的老板，你也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？对啊，叶知秋，你呢，要是不想耽误比赛，现在跟我求和的话，我倒是可以借你一些布料。小叶，以和为贵，咱们先参赛要节，跟那个王燕借些布料，咱们获了奖，得了奖金，开铺子多好的事儿啊！哎呦，是啊，小叶，哎呀，你不要逞强啊，这个比赛呀，很难得的。我不会跟他们求和，更不会用他们的布料。你们恶意纵火烧了我的布料，是怕我在比赛上获奖，压你一筹吗？怕你？我王家祖上那是江宁制造局的云锦圣手，工匠大师的后人。你一个无名小卒，连我表妹李如都比不上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比的是脑子和手艺，你敢比吗？切！工匠大师的后人，字典里就没有怕字。宋家媳妇儿，你口气真大！我王家真金不怕火炼，就怕某些人呐，浑身上下就剩下一张嘴了。要是比赛输了，就给我滚出梧桐里！王婆，赌约是要讲规矩的。该滚的人是谁？咱们比赛上见分晓。还有，今晚的事情，我一定会报警查清楚，还自己一个公道。我们走。哎呦，这什么人啊？还倒他一耙呢！哎呀！
志乔，布料的事情真的不需要帮忙吗？现在院里在研究航空服的原材料，正好我陪林老明天也要去布料厂考察，你要不……放心吧，你媳妇儿能搞定。宋主任，你呢就负责专心搞研究，顺便跟我亲热亲热，增进一下夫妻感情。你那个完了吗？哎呀，妈！叶知秋那个泥腿子，要是真的搞定了布料，我输了比赛，咱家这面子往哪放啊？慌什么？你太公可是当年江宁织造局的1级大师，徒子徒孙遍布。评委王大师可是你太公的徒孙儿。明天我带你去送礼，冠军跑不了。这万一走漏了风声，哎呀，送礼隐蔽点儿，冠军拿到手，奖金、投资商都到手了。叶知秋只能干瞪眼，到时候宋燕礼看见他落魄，肯定嫌弃你趁虚而入，让他身败名裂。可是评委主席可是国家1级非遗大师林老，王大师在他面前根本就不够看的，只搞定王大师能行吗？你放心，除了林老，其他2位都是王大师的好友，冠军稳了。小叶啊，自从你建议增加5%的真丝之后啊，你看这面料，防皱又透气，物美又价廉，做旗袍啊再合适不过了。林老，这边的材料都还挺好的啊，这个也不错。这个面料改良的妙啊，这真丝与棉麻的完美融合，这个提出改良方案的人，我一定要见一下。真丝可以保留其光泽，棉麻保其筋骨。这样的面料做出来的旗袍物美价廉，老百姓买得起。这也是我当初提出这些建议的初衷。知秋，燕礼，你怎么在这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跟林老要来考察。哦对，这就是林老，他可是国家旗袍技艺大师，也是我们院聘请的航空服原材料研究专家。小姑娘，这面料改革的方案是你提出来的？你好，林老，我是叶知秋，是宋燕礼的妻子。这些想法确实是我提出的。哎呀，小姑娘，你不但对面料有研究，对旗袍的设计也很有想法呀。有没有兴趣参加这次旗袍设计大赛呀？林老，旗袍大赛我已经在做准备了，能得到您的赏识，我一定会加倍努力。好，这一次旗袍设计大赛，我看好你哦。谢谢林老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知秋，你怎么懂这么多啊？天工开物和叶大，我可不是白学的。哦，宋主任，小叶呢，小时候祖籍是浦西霞飞路，跟我家是邻居。要不是叶家家道中落，他父母又走得早，以他的才能，早就有一番大作为了。小叶，你要的面料就它了。旗袍侧缝改暗褶，领口用立体剪裁，下摆这里用盘扣锁边，但可以改用竹节纹，既保留了传统，又像竹枝破土。哎呀，旗袍改良，小叶同志，你这是要把我们传统国粹种在老百姓的骨头里呀！不错，我真的没有看走眼呐。那就让评委们看看，老树开新花能不能艳压群芳了。
不聊我挑好了，我还得赶去交报名表，就先走了。去吧，有什么事情立马通知我。小叶同志，我们期待你的惊艳设计。加油，小叶！谢谢大家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填好了，同志加油！谢谢。旗袍款式得新颖，图案要传统又时尚，刺绣工艺还得精益求精才行。一会儿见王大师，你机灵点儿。只要礼物送到位，那冠军准跑不脱。没准儿啊，你表妹丽茹还能沾你的光，拿个奖呢。妈，你就放心吧，待会儿啊，我见了这王大师，肯定把他哄高兴。好，走。林老可是评审主席，我有真本事在身，他一定会公平公正。不过我也不能看着王爷玩阴的，想干坏事，那就让他自食其果好。妈，我回来了。知秋啊，我从娘家带来的，你尝尝。谢谢妈。好香啊！妈，你在学做衣服吗？妈，你在学做衣服吗？没有啊。妈，你呀，要跟我们多说说话，别紧张。我们都喜欢听妈讲话，对吧？这个家有你在才温暖，才热闹。知秋啊，你画的那旗袍像咱家后院的竹子绸条，真好看。嬷嬷快休假带对象回来了，我想给你们一人做一件。妈，就算是要做呀，也是我给您和萌萌做。哎，旗袍大赛，要不你去做我的模特吧？不行的，我不行的。妈，你看这图纸上的竹节纹，像不像你藏在衣柜底下的那根竹簪子？您身材好，气质好，穿上旗袍一定好看。那我妈，你得多出去走走，胆子大了就不怕了。好，妈听你的。那我去给您量尺寸。推开一扇门，转过身，你就在门里。妈，快穿上试试看。真好看。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妈，您穿旗袍真的太好看了。这是你做的？这不会是你买的吧？是知秋做的，他还让我当模特。啊！我答应了。哎呦，大宋婶子，这件旗袍可真漂亮，你这穿上这哪像50岁的人呐！哎呦，哎，你怎么来了呀？
小叶呀，之前是我老婆子狭隘了，咱们都是邻居，我今天来啊，就是给你赔礼道歉的。哎呀，这竹子绣的可是真绝呀！哎呦，王婆，这金线可是特供的，沾了油可就不好了。是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收下啊。哎呦，你看我这记性，我家燕儿啊，明天也是要参加比赛的。那小叶这花布头，王婆，这就是做旗袍剩下的废料，都沾上浆糊了啊！这样啊，那行，你们吃饭吧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知秋，明天我陪你一起去吧。你放心吧，他掀不起多大风了。妈，咱们快吃饭吧。知秋，坐这儿吧。多吃点。这小狐狸精，防我跟防贼似的。还好你偷来这盘扣，只要啊，我把这云锦加在咱们的旗袍上，那就是创新。平原老师们最喜欢听非遗创新的故事啦。我打听过了，叶知秋要让老宋家的去当模特，老宋家的最怕狗了。明天我就牵着黑虎去堵他，看他怎么去参赛。哟，这不是宋家婶子吗？哎，还真是啊！宋先生去世之后，他一直闷在家里头，不愿意出门见人。这现在还愿意跟知秋出来转转了。宋家呀，娶了个好媳妇儿，真让人羡慕呀！就是啊。妈，虽然夜里没有空陪我们，但是我在呢。你胆子大些，别怕啊。你好，哎，好好好。小叶呀，对不起啊，我送你上医院。被狗咬可大可小，快去医院。是啊，比赛哪有人命重要啊？还是我陪你去医院啊？用不着，我自己走。死丫头，冠军是我家燕儿的，哼，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，爱去不去。没事了吗？知秋，知秋，你怎么样了？严不严重？你怎么来了？妈和我说了，我打电话叫他的，王婆就是故意的。怎么样了？老宋家的话可不能乱说，黑虎咬人就是个意外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走着瞧。比赛还有半个小时，我们来得及。啊！以后跟你算账。我们走。这盘口纹路精妙，云锦更是难得呀！啊，这个王艳呐，不愧是江宁制造局的后人呐！哈哈，我这身啊，不过就是传承世家，总比有些人好。卡着点儿来，这简直就是没有把各位评委老师放在眼里嘛！就是这种不守时的人，不配参赛。抱歉各位，有事耽搁了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展示我们的参赛作品。只剩5分钟，你根本不尊重比赛。对，来这么迟还妄想参赛，取消资格。对，我也觉得就是。比赛还有4分30秒，叶同志有权展示他的作品。诸位，叶知秋的大伯是一个彩礼骗婚专业户，叶知秋
就是普通乡下的一个拜金女，她的城市户口也是骗来的。骗你？看不出来，就是。诸位，这个盘扣是我设计的双里贤珠。王爷，你偷我盘扣，还敢叫嚣？还有，你和王大师联合暗中作弊，还好意思倒打一耙？这什么意思啊？真的假的？这还有凭凭性吗？这有什么意义？叶知秋，我王某人一身清正，没有收取半个私礼。你编造谎言诬陷我，你简直是胆大妄为，毫无底线！我说我的设计图纸去哪了？原来让你偷走了。对，你个乡下女，剽窃成果还非要表姐。保安，把这个破坏秩序、诬陷他人的窃贼给我赶出去！你们瞧瞧，叶知秋迟到了就不说了，还煽风点火，诬陷我收礼，污蔑王爷剽窃。若是把他留在赛场，简直就是对比赛最大的侮辱。叶知秋，王大师德艺双馨，你竟然敢污蔑他！你这种人根本不配留在我们赛场，立刻滚出去！别在这丢人现眼，影响比赛！赶紧滚吧！就是啊，滚！这种事才有人来啊！快走吧，你是没有人在参赛了呀！你还是个骗子！乡下女还敢跟江宁制造局后人比，不自量力，也不看自己什么身份。这乡下女没真本事，靠剽窃和污蔑，不要脸！滚出赛场吧，别脏了我们的眼！事情未查明之前，谁敢把我妻子赶走？对，我儿媳妇没有剽窃，她凭的都是真本事。你们不能这么欺负人！你们狼狈为奸，还敢狡辩！林老，你是大赛主评，还请您主持公道。诸位，我的盘扣设计图上有防盗设计，遇水显明，盘扣里侧也有叶子。到底是谁在作弊？一验便知。既如此，那就验一下吧。工作人员，拿水来。现行了，是叶知秋的设计。原来王爷才是小偷，真不要脸！我没有作弊，还装的。王爷的设计还是很符合大赛的主题的。王大师，王爷偷窃我的设计已是铁证，你包庇他，看来你也不干净。你胡说！是不是胡说？别着急嘛。这个是赠礼账本，里面清清楚楚写了你的收礼明细。王大师，看来你一身清正的名声要毁在这里了。你简直是造谣！这个账本是王婆不小心弄丢，被我捡到的。有没有收礼，去你家里一看便知。王大师，你抵赖得了吗？王德优收礼作弊，王爷剽窃他人设计，破坏比赛的公平公正，不配待在评委席和比赛队伍中。现在我宣布，取消王燕的比赛资格，王德优从评委中除名。就是出名，快赶出去！出名！完了，出名！全完了，我的职业生涯全毁了。叶知秋，是你害了我！叶知秋，我跟你拼了！叶知秋，我跟你拼了！你为什么知情？叶知秋，这一巴掌打你偷窃我的设计，这一巴掌打你作弊破坏比赛公平公正，这一巴掌打你觊觎我老公，这一巴掌打你想伤人。
这几巴掌打你没品没德，蔑视法律，还破坏我们旗袍设计师的名声。芷秋，你的伤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盗窃、贿赂、杀人未遂，都是重罪，你就等着坐牢吧。礼是我送的，盘扣是我偷的，跟他无关。要罚，你们罚我。包庇也是犯罪。燕礼说的对啊。都是我的错，放了王燕吧。王燕、王婆涉嫌纵火破坏他人财产，立案调查。这，做完你的不被烧了，我就提前通知警察了。那正好，让他们母女俩在监狱里作伴。带走。叶知秋，求求你，你放过我吧！求求你，你放过我吧！叶知秋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叶知秋，芷秋，以后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燕玲，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干得好，坏人就该受到惩罚。这比赛就是给我们普通人公平竞争机会的，像这种受贿受贿的就应该坐牢。燕玲，知秋，好样的！妈，你也很勇敢，刚才你还帮我说话了呢。妈以后跟你学，努力克服恐惧，保护你。好，李老，我帮叶姐揪出了毒瘤，维护了比赛的公平公正，是否可以继续参赛？当然可以了。虽然入品评比时间已过，但是经过我们评委席紧急商定，一致决定破例让你展示你的作品。你的勇气和担当，你值得拥有这个机会。谢谢李老，那我现在就带着婆婆去准备。走。好。这旗袍做的太精妙了，这一针一线都恰到好处啊！是啊，这竹子绣得栩栩如生，仿佛一阵风吹过就会沙沙作响。对呀，这旗袍之美在于文化内涵和亲民特质。这叶同志用混纺布料设计出既承载了国粹又亲民的旗袍，老百姓能穿得起，这才是真正的发扬国粹文化呀！哎，各位评委、投资商，这旗袍虽美，但是沾了血，作品是行业的脸面，这种瑕疵品怎么能入围决赛呢？投资商要的是能够推向世界的完美作品，像这种瑕疵品，要是能入围决赛，行业声誉受损，还有谁来投资啊？是啊。既然你说我的作品有瑕疵，那我就让它变得更完美。这梅花如何苏绣滚针与失针技法，不仅遮盖瑕疵，更添雅致。这创意与绣工皆属上乘啊！是，应变之能，做工之精，真的是令人钦佩啊！这姑娘手艺精湛，设计新颖，要是能与之合作，定能打造出爆款的旗袍品牌啊！我的目标是跟林总合作，只有和林总合作，我才能在旗袍界站稳脚跟。叶知秋，你敢抢我投资，我就跟你势不两立。叶知秋设计创新，布料亲民，完全符合我们大赛的宗旨，就是要让国粹走向大众，让更多人感受旗袍的魅力。
现在我宣布，本次大赛的冠军叶知秋。叶知秋，你表现得十分出色，希望你今后把起跑技艺继续发扬光大。谢谢林老，我一定会的。叶小姐，这是奖金，收好。还有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希望日后我们能多多合作。林总慧眼识珠，合伙人选我就找对了。贱人，害我表姐和姑妈吃官司，还抢我投资，要让你付出代价。菜来了，我来。知秋得了冠军，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。还是知秋厉害，不仅做旗袍厉害，更厉害的是，还让妈你愿意出门了。都是知秋带我的，我发现出门也没那么可怕。只要咱们一家人能在一起，我会努力让咱家过得更好。哦，对了，我可是有好消息，最近我的科研项目也有突破性的进展。真的？果然知秋是咱们家福星啊！自从知秋来到咱们家，好事是一件接一件。萌萌过几天要带对象回来了，就是他自幼有哮喘，不知道他对象对他好不好，是不是真心呢？妈，我回来了。哇！妈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这怎么这么多好吃的？你嫂子拿了冠军，用奖金给你买了你最爱的鸡翅。还算你没给我们宋家丢脸。行了，臭小子，快洗手去。知秋，饿了吧？多吃点啊。好。那个，我也有个好消息要宣布，明天我就打算去找林总谈合作，只要资金到位，我马上就能办工厂、招女工，马上就能批量生产旗袍。以后我负责旗袍生产和设计，他负责营销，双管齐下，肯定能行。肯定能行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在。对，你大胆闯，妈支持你。你可别赢了比赛就翘尾巴，小心让你赔光了。怎么说话呢？吃饭吧。臭小子，你就等着抱你嫂子的大腿吧。哦，妈先吃。哎呀，快吃吧，吃吧。妈，你吃，你吃。宋主任故意秀身材，是想让我缴械投降？那个早了吧？今晚可不可以？还没呢，看来今天晚上某人又要失望了。没。哦，对了，你的伤口还疼吗？万幸的是，你的伤口伤得不深。自从幼时父母去世后，就再也没有被人这样爱护过了。怎么了？
燕林，有你真好，还有妈和明轩，是你们让我又有了家。知秋，你也很好。自从我们家有了你，整个家都变得热热闹闹的，妈也像变了个人，没有像以前一样畏畏缩缩。等萌萌带对象回家，他们肯定也会喜欢你。燕林，我一定会和林总合作，把旗袍事业做大做强，给萌萌准备丰厚的嫁妆，让咱们全家都扬眉吐气。那明天我陪你一起去见林总。姑妈，表姐扛下所有罪，未必是坏事。她用剪刀刺伤未遂，态度好点儿，应该关不久的。叶知秋，我饶不了你！姑妈，我已经收买了记者，明日就能让叶知秋身败名裂。哦，林总的投资我也会抢过来。今天见林总，我打算……叶知秋，你的旗袍害我们过敏流脓，你必须给个说法。叶同志，女工反映你的旗袍有质量问题，导致身体受损，对此你作何解释？必须给大家一个说法，不然就让你上报纸，让你身败名裂。王母，你是不是忘了你女儿还在监狱里呢？你要是想见她，我不建议送你去陪她。你们这样恶意诋毁、造谣生事，一旦查实，前途尽毁。宋艳礼，你好歹也是个研究室的主任，你媳妇儿卖的旗袍让女工们浑身流脓，你还包庇她，我看你这个主任也是来路不正。小叶昨天才拿了旗袍比赛的冠军，为我们小区争了光，我就相信他。就是，哎呀，这不像某个人呐！昨天啊还故意放狗咬人，今天就带人来闹事啊，为非作歹，破坏邻里关系。宋主任，你作为科研界的领军人物，公然包庇自己的妻子，请问你……不得了了！宋家这对夫妻能上天呐！大家快来曝光这对黑心夫妻！你骂我可以，你骂我老公，我打死你！他刚刚喊我老公。你们说是穿我的旗袍才过敏的？那好，你们敢跟我去医院做检查吗？还有，只要我一报警，真相必定会水落石出，到时候你们一个都跑不掉。是我报警抓你，还是你自己滚出梧桐大院？叶知秋，你欺人太甚！王婆，我记得你和小叶打过赌，说旗袍比赛如果输了，你就滚出梧桐里。哎，对啊，愿赌服输，联合万人欺负小叶，我们梧桐里啊，容不下你这种心肠歹毒的人。没错，滚出去，别影响我们社区评选。对，滚出去，滚出去，算你们狠！我滚！哎，我说你们啊，还站着干什么呢？我们梧桐里不欢迎你们，滚出去！滚出去！出去！走吧，我们去见林总，别耽误正事。
宋主任，你耳朵怎么这么红啊？你刚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喊我老公，那你喜欢吗？老公，稳着点啊！哎，林总，您可不要被叶知秋那个虎妹子给骗了。叶知秋卖的旗袍可都是假货，女工们穿了皮肤红肿流脓。您跟他合作，您得赔个底朝天啊！空口无凭，没有证据，我可不信。红八那边肯定成了，叶知秋马上就会身败名裂。林总，记者可堵到梧桐大院了，他马上就要上报了。等报纸一登，真相可就大白了。哎呀，林总，我可有旗袍厂啊，女工们技术娴熟，您跟我合作，生意肯定兴隆，比那个叶知秋啊强100倍呢。例如，你姑母因为造谣被打成了猪头，赶出了梧桐里，你还有心思在这造谣啊？警察马上也会找到你，调查你的造谣案，到时候你们在局里面一起喝茶挺好的。敢在我这里耍手段，滚出去！滚出去！叶知秋，你个贱！啊！我去！走。来，林总别介意啊，知秋平时还是温柔贤惠的，只有对坏人才会这样。林总，让你见笑了。哎呀，叶同志，你的旗袍技艺巧夺天工，面对诋毁啊，又能应对有方，这份魄力与智慧让我敬佩啊！我诚心希望与您达成合作，咱们3日后举行签约仪式如何？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哎呦，哎呀！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今天的签约仪式，有了大家的支持，我更有信心了。知秋，你可给我们小区长脸了，以后呀，我们可要跟你沾光了。就是，我们相信你，以后旗袍生意啊，你会做得越来越红火的。对。知秋，开业礼物，希望图个吉利，打开看看。金项链，这么稀罕。艳丽，谢谢。哎呀，宋嫂子，你可真是好福气嘞！就是呀，就要抱大孙子啦！知秋啊，这是咱家的传家翡翠，妈希望你和艳丽夫妻和和美美，早日生个大胖小子，旗袍坊也能越办越好。谢谢妈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林总应该快到了。叶小姐，今天不仅是签约仪式，也是你旗袍坊开业仪式，祝你生意兴隆，也祝我们日后合作愉快。谢谢林总，我相信我们的合作一定会双赢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好，太好了。是啊，真好。来。我宣布，秋梦旗袍坊今天正式开业。贱人，把我害得这么惨，凭什么你这么高兴？一定要弄死你！知秋啊，妈为你骄傲啊！知秋，以后我们所有人都是你坚实的后盾。小叶，以后生意做好了呀，可别忘了我们呀！对呀！张嫂、李嫂，我想请你们来旗袍坊做工，
给你们发工资，带动邻里之间就业。这真的吗？哎呀，知秋，你太好了！你放心啊，我们呀一定会好好干的，对吧？对，一定好好干。哎呀，真好！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，我相信有了大家的共同努力，旗袍坊一定会成为远近闻名的品牌。我也会带领大家过上更好的日子。谢谢知秋。妈，我听说宋艳礼的妹妹最近要休假回来。那个费劳，好不容易谈个对象，要谈婚论嫁了。叶知秋把钱全砸进旗袍坊里，肯定没给她备嫁妆，怎么去添把火，让他们闹个鸡飞狗跳。我正是这个意思。林总不愧是学营销的，这才半个月就订单爆满。宋主任，你可真是秀色可餐。宋主任，你这身材，知秋，我快忍不住了。那就别忍。对了，燕离，最近旗袍坊订单激增，得赶紧找女工了。月底要是交不了货，违约金可不是小数目，还会砸了招牌。不用慌，这都是小问题。现在国有企业正在改进，纺织厂的女工正愁出路呢。她们技术过硬，入职就能上手，到时候去厂房门口招工就行了。不愧是我老公，这主意好。各位同志，我是旗袍坊的老板，咱们厂现在订单多，缺人手。你们之间谁有经验丰富、技术好的同志，都可以来我这报名。我保证咱们厂的工资待遇好，还有福利。真的吗？那工资多少啊？我们的工资是按件计算，多劳多得，月底有奖金，年底还有福利，真的挺好的。我们时间也合适，早上8点上班，下午5点下班，不耽误照顾家庭的。我报名，我报名！来，都来我这儿，一个一个来。同志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刘景涵。知秋，不好了，明轩他出事了。啊？他怎么了？哎呀，他在明德路跟同学打起来了。啊？怎么会呢？他一定是被别的同学欺负了。明轩，你怎么又受伤了？走，我回去给你上药。李婶，麻烦你先帮我在这照看一下。妈，你别担心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切，铁腿怪，你还敢上拳？就你还数学天才，笑死！把书包还给我！都给我住手！私塾是吧？你们一群高中生不好好学习，学别人打架，你们分得清书上的函数吗？你谁啊？多管闲事！我是他家长。你们给我听好了，宋明轩瘸腿都能考年级第一，你们这些健全的人，连他个小后跟都比不上。跑什么跑？给我站那儿！你为什么帮我呀？因为我是你嫂子，别怕，嫂子在呢。嫂
嫂子，臭小子，终于知道叫嫂子了。你们几个给我过来道歉！我们又没做什么，为什么要道歉？不道歉，行，那我就去报案。你们会因为校园霸凌而被关押教训，学校会开除你，身边的亲朋好友也会因为你们是问题学生而远离你们。我对不起，我不该欺负，对不起，请原谅我。你们一群高中生，别觉得学人抱团欺负人就很帅，搞不好你们就得进监狱。还有，我告诉你，以后谁要是再敢欺负宋明轩，我就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我们不会了。走，嫂子，谢谢。谢谢你。好了，走，咱们回家，我给你炖猪蹄汤。走。哪来的糖啊？哎呀，哟，可算是搬出去了。咱们梧桐里可容不下心术不正的人。你们两个滚出去啊，那叫众望所归。你少得意！你们处心积虑想把我踩在脚下，结果呢，我不仅没倒，还顺利招到了女工，扩大了生产。怎么样，气不气啊？宋着瞧，看你还能得意多久！咱们走。小茹，纺织厂那帮刺儿头搞定了没有？放心吧，已经全部收买了。到时候就让他们带头罢工，说旗袍坊压榨工人，定让他赔个倾家荡产，一分家产都不会分给宋萌萌。艳里啊，下班了。宋主任，你们又想对我们家知秋做什么坏事？我们哪儿敢呐？我们都被赶出去了，哪还敢得罪他呀？就是，我们怎么敢得罪他呢？最好是这样。索尼，不可！知秋啊，招工顺利，按这个进度啊，月底就可以完成订单了。嫂子，今天的事情谢谢你啊，请你喝橙汁。你什么时候买的橙汁啊？我刚买的。行了，跟你嫂子还客气啥？来，你多吃点，长个子才不会被别人欺负啊。知秋，你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了，辛苦了。一家人还见外。不过我最近要忙着盯旗袍坊的产量，可能顾不上家里，大家多担待啊。你尽管去做，还是那句话，万事有我。Oh, yeah.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. I love you twice as much tomorrow. Oh,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. 知秋，不好了，有人带头罢工闹事了。不好了，有人带头罢工闹事了。叶老板，你天天让我们加班，物价又这么贵，你得加工钱呀，不然我们就罢工。对，不加钱就罢工，别想让我们白干。不加钱，订单到时候交不了货，你就得赔得倾家荡产。到时候倒霉的还不是我们这些女工啊！加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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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工资发放，奖金翻倍，这些在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。想走的，现在就拿钱走人；想留下的，月底奖金翻倍，但是必须给我按时交货。别信他，他把钱全压在旗袍坊上了，这样想一分钱都没有。
现在让我们没日没夜的赶工，就是为了压榨我们。现在不跑，到时候工资1分钱都拿不到。备用金充足，足够发放所有的工资和奖金。谁知道这账单是不是假的？怎么，是查账还是拿钱走人？你选一个。不是要走吗？还不滚！你少威胁人，走就走。叶知秋，你别得意，到时候订单交不了货，你照样完蛋。哼，慢走不送，记得去账房领工资，别回头是我欠你们的。知秋，真有你的！哎，对，咱们呀跟着干啊！对。知秋，你姑一下走了这么多，订单怎么办啊？萌萌又提前回来了，这……妈，你别担心，萌萌的事情，艳丽已经跟我说过了。她身体不好，谈对象需要买房子，旗袍坊的事情我会想办法解决。你先回去收拾一下吧，萌萌马上就到家了。回去吧。同志们，大家再辛苦最后3天，交货以后奖金翻倍。好。节骨眼上突然闹八卦，幕后肯定有人。不行，我得跟过去看看，定要把主使给揪出来。李小姐，您交代的事儿我办妥了。叶知秋的订单呐，肯定交不上货了。干得不错，不过要是叶知秋还能翻盘的话，这钱你得10倍吐出。你挺会做生意的嘛，叶知秋，你搞小把戏回我的旗袍坊，不就是想毁掉我和林总的合作，以后取而代之吗？就这点小动作，你还想毁掉我？哼！知秋，艳丽，你怎么来了？我那天下班的时候听到李如和王婆合伙说要害你，所以我就提前做准备。你都偷听到了，这看到没？这就是欺负我的下场。我就算想放过你，我老公都不同意，你就等着吃牢饭吧。李如，你涉嫌煽动罢工，恶意破坏商业秩序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叶知秋，你别得意，旗袍界容不下你。容不容得下，可不是你说了算。慢走不送哦。进去以后好好反省哦。带走。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艳丽，先走了，去忙吧。萌萌马上就要到家了，我今天可得好好表现。宋主任，奖励你今天这么给力。那我们回去吧。哎呀，萌萌回来了！哎呀，你嫂子把旗袍坊快赔个底儿朝天了，那小洋楼都快被抵押了。王婆，你别乱说。哎呀，这事儿我咋能骗你呢？哎，这个是你对象吧？哎呀，长得多精神呐！你说娶你这么个病秧子，这往后的日子可咋过呀？啊？萌萌，哎呦，你嫂子那么能折腾，该不会把你嫁妆都亏进去了吧？哟，王婆，你都被赶出梧桐里了，怎么还敢来兴风作浪？我告诉你，李如已经进去了，下一个就是你。你好了，王婆，你跟李如合伙想害知秋，她被抓了，你也跑不了。你们给我等着！你就是小周吧？我们家萌萌的对象。走，我们家里坐。呀，我来就行。谢谢哥。多吃点。小周啊，来，你多吃点。谢谢嫂子。小周啊，你和萌萌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？咱们大家可等着喝喜酒呢，是不是啊？到时候多喝几杯。嫂子，
我和萌萌感情好，结婚是迟早的事。不过萌萌，我们结婚买房得提前准备起来了。还有，大哥之前允诺我们的嫁妆。小周，这你放心，嫁妆我们肯定有。只不过最近咱们家旗袍坊出了些问题，搞不好小洋楼都得赔出去了。嫂子，你有你的难处，但萌萌身子弱，总不能我们结婚以后租房子住吧？那也太委屈她了。嫂子，你做生意亏钱那是你自己的问题，你不要连累宋家呀。大哥，你之前答应我的，我结婚就给我置办嫁妆的呀。啊，萌萌，你这刚工作没多久，结婚的事情可以放一放。是啊，大哥，萌萌她身子弱，我心疼她，想给她一个安稳的家，这有什么错？萌萌，看来大哥有了新嫂子之后，就不把你当家人了。大哥，你现在娶了新嫂子，还纵容她败光家产，也不管我的死活，你对得起死去的爸吗？哎，志秋啊，这旗袍坊的麻烦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啊？萌萌她这……妈，不是我们不管萌萌，而是咱家最近实在是困难，这小洋楼抵押出去都不够还债呢。你说是吧，燕里？是，还欠10万呢。 10万？嫂子，咱们家什么时候突然欠了10万啊？对了，小周，我听说你工作比萌萌早，要不你先借嫂子10万块钱周转一下，等咱家缓过来了，一定还你。10万？问我借？小周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你借嫂子我哪有那么多钱啊？萌萌，咱可不能拖累家里啊！周康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萌萌，你知道的，我是爱你的。但我妈一直不同意咱们的婚事。你说什么？我妈说你身子弱，肺痨治不好，以后生不了孩子。萌萌，我也不想这样的，但是我们家3代单传，总不能绝后啊！周康，你原来一直这么想我。你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终于露出真面目了吧？萌萌，他根本就不爱你，他就是看上了你的嫁妆。你别血口喷人，我是爱萌萌的，只是我妈不同意。萌萌，我等着，我这就去回家说服我妈。周康，萌萌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他根本就不爱你。都怪你！要不是因为你败光了家产，周康怎么会嫌弃我？萌萌，你能不能清醒一点？那个周康对你就不是真心的，否则怎么会因为钱而打退堂鼓呢？宋萌萌，你刚干嘛呢？啊，你是不是也瞎了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也瞎了？你从哪找来一个爱吃软饭男的？啊，你够了，萌萌，你嫂子跟你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。为我好。萌萌，其实咱家非但没有破产，而且即将扩大规模。这个周康对你就不是真心的，所以嫂子才会这么试探他。不过，你要是还不死心的话，你可以现在就去找他。但是我丑话说在前头，到时候别真心喂了狗，连哭都没有地方。去就去，我一定会证明周康他是爱我的，都是你逼走他的。萌萌，让他去。妈，你放心吧，这事交给我。你呢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这里面是跟林总最新合作的合同，你帮我看看。可是你一个人去？放心吧，我什么战斗力你还不清楚啊？走了。你一定小心一点啊！放心吧。你呀，怎么能和宋萌萌分手呢？妈，宋家已经倒闭了，
当初就是为了图他们家的钱和城市户口，现在他们自己欠了一屁股债，倒霉死了。啊，分得好啊！我早就看着那个病样子不顺眼了，真是。让我来。叶知秋，你们私闯民宅是犯法的。犯法？周康，你骗婚骗财在先，现在又想嫁祸给我们家萌萌，真当宋家好欺负啊？胡说！我儿子清清白白的，他宋萌萌啊，病秧子，死缠着我儿子，他不要脸，老东西！再玩你就试试！哎妈！小姐，萌萌，你有没有周康骗你花钱的证据？有，我就留着呢。他上学时候的学费、生活费，包括他衬衫纽扣，都是我买的。你，周康，你吃软饭吃到这个份上，你还算是个男人吗？赔钱！这些钱都是萌萌给你花的，要是少了1分，我就报警，让你前程尽毁！别毁了我儿子的前途！我们赔！哎呀妈！哎呦，钱已经赔了，滚啊！道歉呢？萌萌，这种垃圾都不配给你道歉。还你的！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！我实话告诉你，宋家没破绽，我们家萌萌值得更好的。你这种垃圾就不配出现在他眼前。萌萌，我们走。哎呦，没破产呐！哎呀，走。垃圾就该待在垃圾桶里。嫂子，谢谢你。你是宋艳礼的妹妹，也就是我的妹妹。嫂子不替你出头，谁替你出头啊？嫂子你真好。好啦，咱们快回家吃饭吧，妈还在等咱们回家吃团圆饭呢。好，走。我没说错吧？叶知秋现在风光无限，却把你老公送进了监狱，连你这个大伯母都不闻不问，这口气你能咽得下？嘿，当初他逃婚，害我被村长逼着退彩礼，为了还债，我差点把命搭进去。如今他倒好，飞黄腾达了，却连个铜板都不肯施舍。还有我女儿、我侄女，都被他害得蹲了监狱，这仇必须报。听说3天后他们要交货，要是交不上货，该怎么样啊？赔得倾家荡产不说，还有可能蹲监狱。只要我们是不知鬼不觉的收了他的仓库，好主意！有些账是该算一算。知秋，多吃点，最近都瘦了。谢谢妈。来，萌萌，你多吃点，你今天受委屈了。有嫂子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是啊，有嫂子在，咱们这个家才更像是一个家。就你会说话。是，我们这个家有今天，全靠知秋你。我们敬知秋一杯。好，敬嫂子一杯。
金嫂子，敬老婆。哎，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芷秋，谢谢你嫁给我。宋主任，今天这是喝多了，怎么突然会说情话了？芷秋，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对你有好感。5年前我去浦东办事，碰上父亲病危，赶回来的路上遇到了碰瓷，是你出面解围的。同志，他就是个碰瓷惯犯，你不用理他，赶紧走。我才见上了我爸最后一面。原来我们早就见过。宋主任，我也喜欢你，谢谢你给我一个温暖又有爱的家。燕里，妈不是一直都想要个大孙子吗？不如今晚……今晚你先陪我去抓个贼。抓贼？王婆不知道什么时候勾搭上了我的大伯母李翠花，他们两个想合谋烧了我的旗袍坊仓库。今晚仓库是张嫂一个人值班，我怕她搞不定。那我们现在就去。别急，咱们先报警，定将他们人赃并获。好，听你的。没有人吧？好啊，王婆，有贼呀！快来人啊！抓贼呀！王婆，恭候多时了。又想使坏是吧？叶知秋，你去死吧！知秋，大伯母，你该去监狱里面学习一下规矩了。别动！造孽呀！我不活了！我不活了！知秋啊，我是你大伯母，咱们可是一家人呐！当初你们把我卖给村长家的傻儿子换彩礼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我们是一家人？孙警官辛苦你了。应该的。带走。不要不要！知秋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知秋，我改。知秋，不要！挂什么？叶知秋，你不能好死！叶知秋，你不能好死！张嫂，你没事吧？辛苦你了。知秋，没事的，你给我们发夜班工资呀，我一点都不辛苦。
旗袍坊车间的姐妹都忙着赶货，她们谁都不愿意拖后腿。张嫂，你们付出了这么多，我们都记在心里面。这样，志秋，我有个提议，等我们这一单生意做完了以后，我们给所有的员工开双倍工资。好啊。呀，太好了！同志们，我家宋主任说了，交货以后奖金翻倍。好，太好了！叶厂长，你人真好，让秋梦旗袍坊走向国际。叶同志，这批货的品质比合同要求要高出3成啊！我果真没有看走眼呐。林总满意就好，不过这还只是个开始。浦东就要开发了，我想和你还有外资合作，成立浦东旗袍坊，让中国旗袍走向国际。林总的意思是？我要让全世界感受到东方美学的力量。后天就是签约仪式，到时候林老也会来，你敢不敢赌一把？合作愉快！合作愉快！叶厂长，您认为旗袍走出国门的意义是什么？旗袍不仅是衣服，更是文化。它承载了东方女性的柔美与坚韧。今天，我们让全世界看到，中国风可以很时尚。你知道你暗中跟外资企业牵线搭桥，助力他的事业吗？志秋本来就很优秀，我只是和我老同学提了一嘴，没帮上大忙。志秋啊，旗袍博物馆缺一件镇馆之宝，你愿意做一件吗？多谢李老给我这个机会，我一定不负所托。拿着。诸位，这是我婆婆传给我的妆花云锦，我已经将它制作成了旗袍。今天，我想借着这个机会，把它捐赠给博物馆，让国粹被传承下去。好啊，这不仅仅是衣，更是魂呢！让全世界知道，华夏旗袍永不褪色。志秋啊，这件旗袍会告诉后人，曾经有一个女子用一生守护了旗袍的尊严。林老，旗袍的魂在于每一个穿它的人身上，对吧，燕玲？志秋，旗袍的魂是家国，是传承，更是你。可恶的傅景烟，给我等着，早晚有一天会弄死你！不要！啊！我没死，你差点就死了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走。元昊这孩子呀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爷爷，我会好好教训他，他以后绝对不会再犯错了。这话怎么说的这么瘆人？这么些年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孙媳妇儿啊，今天多亏你了，如果没有你，爷爷这把老命也许都会丢了。
没事的，爷爷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肯定要救你啊。爷爷啊，就知道你人不错，这是我们傅家祖传的一块玉佩，触手生温，就是在冬天，你戴着它，穿着短袖也不会冷。来，今天爷爷拿给你。这应该是天山暖玉，很珍贵的，连我师父的藏宝阁里都没有，我不能拿。你是傅家认定的孙媳妇儿，以后傅家一切都是你的。爷爷送你这么一块玉佩，你都不肯要，以后是不是要跟爷爷疏远了？爷爷送的东西从来都不会收回，拿着吧。那好吧。不过爷爷，我不会白拿你的东西的。等我回去了之后，我就给您炼制长寿丹，保证您健健康康、无病无灾的。爷爷就知道没有认错人。糟了，医院的煞气引得他旧伤反扑了。这是怎么了？孙媳妇儿，你一定要救救廷烨呀！没事的，爷爷，你放心好了。正好有这块玉，我一定把他的煞气驱逐。这怎么了？爷爷，你放心吧，他体内的煞气被驱逐了，现在只是精疲力尽，睡一觉就好。那就好，那就好啊！你把他扶到车上，我们赶紧回家吧。知道了，少夫人。林晨啊，我现在有点喘不过气来了，一会儿你留下来啊，好好照顾照顾我。孙媳妇儿，那你就带廷烨先回去吧。啊，那行吧。老爷子，我要不要去搭把手？哎呀，林川啊，你就别去了。你要是去了，他们两个怎么培养感情啊？我还等着抱曾孙呢。这样吧，今天我就放你一天假，你就自己玩去吧。啊，要不说您是老爷子呢，姜还是老的辣呀。慢点啊。我没事，不用担心。是吗？我看看。看来是真没事，害得我还出了一身的汗。我先去洗澡了，记得给我打100万劳务费。你红什么红啊？都怪傅廷烨，害得我心绪不宁。大哥，醒了。傅远浩，又是你！怎么没杀了我？很诧异吧？有了我师傅，现在什么是我做不到的？轮到我复仇了。大哥，上酒。是。谁让你得罪了傅少？这酒里可是有好东西，喝下这酒啊，傅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，就当给傅少赔罪。好了，这酒可是我师傅特意调的，它会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你猜，这么惨，江小柔会不会来救你？想用我当笑话，暗害江小柔，做梦！江小柔这个贱人，三番五次破坏我的计划。如果她来了，我的师傅正好把她抓到石城心。如果她要是不来呢，死的只能是你。你休想理我！你以为你还是冷面阎王吗？你现在不过是我的一条狗，我让你死，你就得死。江小柔，你要是再不赶回来，傅廷烨可要活生生被打死了。
没想到骨头还挺硬的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坚持到什么时候。副手，反正人已经在你手里了，要杀要剐，那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儿。杀了他有什么用？杀了他，傅庭燕的公司也不会收。我要让他心甘情愿的把公司交给我，然后再弄死他。还是副手厉害。想要你的公司，怕你没命要。别不识抬举，你要是把公司给我，我还能留你一条。如果你不给我，就直接给我去死！你一直在讲我不要的，父亲的宠爱，我的公司，我就算给你，你守得住？你就是个废物！你最好现在就杀了我，否则我一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。好，你骨头硬，没想到你嘴更硬。傅庭燕，我倒要看看是不是真的不怕死。来人，放火！我给过你机会，你自己把握不住了。好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动我的财神！真的是你？是不是傅远浩那个家伙干的？今天必须打爆他的狗头才行！傅远浩，真的是你？我看你是活腻了吧？竟然连我的男人都敢动！我的手！这术，你从哪里学来的这种写法？傅庭燕已经喝了带母虫的蛊，只要这个娃娃在我手上，我随时让他生不如死。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江小柔，我知道你会些歪门邪道的法术，不过这傅庭燕的命现在在我手上，你也不想拿她的命做赌注。哼，你那该死的真话丸让我丢尽了礼物，跟傅庭燕都一样，都应该付出代价。你别动他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，金银财宝、门派秘籍我都可以给你。哼，我有师傅了，不需要那些东西。我现在要你下跪道歉。江小柔，不许跪！我只数3个数，3、2、1。好，我跪。不行，没事的。我可以给你跪下，只要你不伤害傅庭燕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行。以前曾经欺负过我们的人，现在我让他们跪，他们就得跪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傅少，您当然厉害了，全天下没有人比您更有男子气概了。江小柔，我才是江家真正的大小姐，你早就被江家赶出去了，你从头到尾就不该和我争，最好就是死外边，再也不要回来。江晴，你也太自以为是了吧！自从我妈死了之后，江家的任何事情我都不会放在眼里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永远这么高高在上？你放过他！你有什么不满冲我来。傅总，当初我对你投怀送抱，你看不上，你偏要和这个贱人结婚。我现在就把他的脸还来。他要是变成丑八怪了，看你还喜不喜欢他？不要！你疯了！你干嘛？我在干什么？是他控制我，打他！朱熹，
事吧？怎么我才出去1天，就被打成这个样子？我没事。我们之前碰到的那个人，好像是傅远浩最终的师傅。他是你们玄门中人，会一些奇怪的法术。我师父说过，玄门弟子是不可以用灵力害人的，否则会被天道惩罚。除非是那些魔修。魔修，看行事卑鄙歹毒，难怪会收傅远浩为弟子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滚！萧小柔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要不是你，我现在该拜在清风真人门下当徒孙子。这一切都被你毁了。你少白日做梦了，你心术不正，清风真人根本不会收你为徒的。萧小柔，就算你毁了他的傀儡又如何？母虫还在他体内，他照样还是得等死。你还是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吧。刚才我已经用转移法将傅庭燕身上的伤都转移到你身上，至于那个母虫嘛，你就自己留着慢慢享用吧。你们等着，我师傅马上就来，你们都得死！警察叔叔，你们都听到了吧？这里有人非法绑架，还恐吓勒索，我已经把他们绑起来，你们记得来抓他们。江小柔，这是我们傅家的事，谁让你报警的？你别以为我不懂法，现在可是法治社会，你们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。我们接到报警电话，需要你们介入调查。大哥，救救我！你帮我解释一下，大哥。放开，不关我的事啊！幸亏我之前跟师傅学过怎么对付傀儡术，不然的话，这东西可难对付了。傻瓜，你明知道他抓我是为了对付你，为什么还要来？你可是我老公，我当然要来。况且我还是清风，况且我很厉害，他们对付不了我的。你说的对，你是很厉害。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。虽然我刚刚用转移法把你身体的母虫转移到了傅远浩身上，但是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们还是回去做个检查吧。副总，我已经交涉过了，警局那边证据确凿，是少爷绑架了大少爷，还威胁大少夫人，是少夫人报的警。对面还说什么？还说要少爷付出代价，谁来求情都没用。景燕这个逆子，我是一定不会放过他。来到这干什么？去找高大师。是。有没有必要用这么粗的针？当然有必要了。你别看这根针很粗，其实扎起人来也是很痛的。让我看看扎哪里好。有没有温和点的治疗方式？你加钱。当然可以了，早说嘛。那你记得一会儿治疗费转我账户上。噔噔。你别动啊！你别过来！这个喜字啊，就贴这儿啊！哦，对了，这个气球啊，你得扎好一点，要是破了，你一定要有备用的啊！好的，老爷。啊，还是不错的。爷爷，我们家这是要办成游乐园现场吗？哎呦，那当然不是了，是为你们两个婚礼准备的。婚礼？婚礼？是啊，你和庭燕的婚事啊，哎呀，实在是太草率了，没能给你们准备一个盛大的婚礼，一直也是我心中的一个遗憾呢。这次小柔为了救你，她也是吃了不少的苦头。爷爷这点心愿不过分吧？爷爷，我知道了。这些事情啊，我会安排他人去弄的。你的身体还是要多休息，让林川去办就好了。林川啊，我早就安排他去布置场地了。要是等你呀，这婚事还不知道排到什么时候呢。
爷爷，办婚礼会不会很麻烦啊？要不然还是算了吧。怎么，不想跟我办婚礼啊？我只是觉得我们都已经结婚了。反正婚礼现场呢有很多好吃的，想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。那我也很想办婚礼。好，3天后你们就成婚，早点给我生个大胖小子。各位来宾，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证婚人傅老太爷。傅老太爷人呢？怎么回事？爷爷人呢？怎么了？有一股很难闻的气味。傅云山来不了了。你们要是想救他，就找到我。突然出现了啊！怎么回事？被抓了？走，我们现在就去找爷爷。爷爷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伤害爷爷？你爷爷好好的活着呢，我只是施了一点法，让他晕过去而已。倒是我呀，好不容易收了一个徒弟，就这么被你们给废了。你说你应该怎么补偿我呢？你徒弟傅远浩？哦，我就说傅远浩从哪里学来的歪门邪道，原来他的师傅就是你。小丫头，我和你师傅可是老朋友了。这要真的说起来，你还得管我叫一声师叔呢。你是我师傅的师弟？不可能，我们师门传承只修天地大道。你要是真的是我师叔的话，怎么可能堕落成为魔修？魔修又如何？如今我的灵力已经称霸玄门，哼！就算你师傅来了，也一样不是我的对手。对付你，还用不着我师傅出手。对付你，还用不着我师傅出手。你居然在这里布下了法阵！是啊，当初就是我设计把这个房子卖给你的，我怎么可能不做点手脚？糟了，看来这个疯子是有备而来，我恐怕不是他的对手。没关系，有我在。清风，你要再不出来，你这个小徒弟命可就保不住了。师父，师弟，你逆天行事，就不怕天理报应吗？清风，你师父是清风之人？当然了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只是你们不相信而已。清风真人举世无双，有您在，一定可以打败他。你骗我的事情，我之后再与你算账。师父加油！师弟，这是你我之间的私事，与这些晚辈无关。你想打，我就陪你打个痛快。但是先让他们离开。凭什么？当年我偷学宗门秘籍，我让师父饶了我。师兄啊，你怎么不帮我求一下情呢？你私练邪术，引动了宗门禁忌，害得师父多年修为毁于一旦，一众师兄弟伤亡惨重。我只不过是毁了你一身修为，将你驱逐下山，难道还不够吗？你向来道貌岸然，我说不过你。不过师兄啊，今天我可不是来跟你耍嘴皮子的，我要你交出宗门至宝玄牝珠。只要你交出来，我可以考虑饶了你们。玄牝珠乃我师门至宝，
我岂可轻易交给你这个魔修？这可是师傅的绝学，你这个魔道死定了！绝学了不起吗？啊！哎呀，师兄啊，这么多年你的功力退步不少啊！看来为了维护这个丫头的性命，你浪费了不少的连累吧？啰嗦！那就让我来领教一下师兄的绝学了——修罗鬼刹！你，师傅，你过来！高红，他早就已经入魔，他身上的魔气极重，你命格本就有缺陷，如果再被魔气沾染，恐怕你的性命就会有危险。可是师傅，你受伤了。当年师傅老说你的修为比我强，如果今天他知道你被我打吐血了，会不会后悔当初没有选我继承衣钵啊？嗯，师弟，你想知道师傅为什么不选你吗？为什么？我哪一点不如你呀？要不是老东西执意要让你当掌门，我会去偷门派禁忌。哼，我就是要让他知道，他看走眼了。师傅说你心术不正，不配继承他的衣钵，你找死！师傅，丫头，快走！你是准备牺牲自己保他了？这丫头果然是你的衣钵继承之人，那我就杀了她，让宗门从此断绝。你呀，师傅，傅庭燕，快带上他走。行了。多年未见，师兄你可是退步了不少啊！在修罗鬼刹的围攻之下，你撑不了多久的。既然你不愿交出选品珠，那你就去死吧！不可能，怎么会有人的灵力比我还高？不可能！师傅，你没事吧？他已经被我打跑了。好，师傅，以后一定要将师门交到你手上，这样我总算可以放心了。爷爷，好奇怪啊！我不是在后台吗？正准备给你们两个证婚呢。是啊，我们都在等着呢。我以前总是担心庭燕到时候没人照顾，没想到今天终于也看到她成家立业了。嘿嘿，那是啊，要不是我这个徒弟，谁能看上傅庭燕嘛？冷冷清清的啊，还不会疼人。哎，清风真人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！我的孙子哪点不好啊？长得相貌好，又不缺钱啊，对媳妇儿百依百顺的，哪点不好啊？那不是他应该的吗？啊，我这个徒弟这么好，要不是缺金命格，我可舍不得他下山啊。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你这意思就说我大孙子不好了？我说了，你孙子爷爷，现在不是我婚礼吗？你们怎么还吵起来了？要是这样的话，这个婚我也不结了。你这个傻丫头，我跟傅老头那儿啊，我们是在开玩笑的，是吧？是。你跟傅庭燕那可是天作之合呀！这婚礼是女人最重要的日子了，别闹脾气了，赶紧过去，赶紧过去。我跟他是开玩笑的。哎呀，你们这场婚礼呀，爷爷都等了好多年了。你今天一定要满足
爷爷这个心愿哦。那你们两个不吵了啊？不吵了。爷爷，真人。好了，该去交换戒指了。好啊！各位来宾，让我们热烈欢迎新郎新娘入场。我愿意一辈子照顾江小柔，不离不弃。我也愿意。憋死我了！我们白天不是已经穿过婚纱了吗？怎么晚上还要穿成这样？都是清风真人安排的。中午的婚礼是我爷爷准备的，到了晚上呢，听他的再办一场。真是累死我了！总算是忙完了，以后我结婚肯定不听他们的。你以后还想跟谁结婚啊？你以后还想跟谁结婚啊？不结了，我瞎说的。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。看看，您的账户到账100万，您的账户到账1000万。太好了，我的穷鬼命格终于被改变了，我要成为富婆了。你的命格也被改变了。现在准备好成为我真正的妻子了吗？等一下。这又是什么？你又想给我吃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好热。你刚才吃的是春。